小姐。啊，姊妹老早，咱今日要做伙来敬拜。啊，今日这两首圣诗啊，咱应该拢真熟啦吼。啊，第一首是哪路地直直走，喙焦爱啉溪水，我心幸无爱到，上帝所带迄位。咱即马圣诗有用谱，啊，搁有用咧白话字吼。啊，咱会通哪看哪练吼。咱来唱一210首吼，哪路地直直走，咱来唱第一节。心敢若敢有亲像一个真喙焦的鹿啊，啊真望得到溪水，得到上帝话语的即个灌压吼。咱来甲歌词拢读过一届，啊，咱则过来唱一个歌词。咱来读看卖吼。我的心神喙焦，幸无真活上帝，爱踮伊面前徛，啥时会到？迄地爱在面前徛，啥时会到迄地？第3章，对着豆豆电问，你的上帝倒位？我心艰苦袂算，因为甲主离开。抑个第4章，啥事心志不安，心神着望主名，伊能愿我爱赞。我要学老感谢，4节啦吼。好啦，咱来唱第1节搁一届吼。啊，即个是一个祈祷的诗吼。啊，咱用祈祷的心来念，哪路直直走，咱要来调敬上帝。来第1节。哪路直直走，喙焦爱啉溪水，我心幸无爱到。上帝所带迄位，来看第2首的诗歌，啊，圣诗613首的款吼，613这首歌大家真爱。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河基，613，我想共款吼，咱主要是迄个歌词吼，咱爱知影即个歌词啊，甲伊的意义。咱先甲歌词拢读过一届好无吼？来第1节。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河基，树木真青翠的路边；有时咱拄着大幽闷流目屎，若经过大风雨的苦海，免烦恼，心平安。我靠主，免烦恼，心平安。第2节。有时咱拄着鬼魂凶恶对敌。包围咱四边要攻击，有时咱拄着大试炼，真艰苦，直到咱心失望，看无路，免烦恼，心平安。我靠主，免烦恼，心平安。第3节，拄着即世间万物变化的时，地上也袂失正经离，心肝真不安，大惊吓，无通靠，主所属。主所疼会惊离，免烦恼，免烦恼，心平安。我靠主，免烦恼，心平安。来唱第1节，来闭眼心来敬拜。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河基，树木真青翠的路边，有时咱拄着大幽闷的
阮已经被万变，阮像鹿翕无溪水，阮翕无到上帝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朝见你。阮也亲像即首诗歌所讲，伫阮人生有时伫清静的河墘，有时拄着大风涌，心内失落平安。主啊，你真做阮的倚靠，愿你通过今日敬拜，互阮会通知影，主你有缘继续咧掌权，互阮会通来倚靠你，求你互阮的心被万变。愿即时要来敬拜你，愿你设立宝座伫阮的中间，祈祷归耶稣的名，阿门。全地着向耶和华赐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圣诗210首。哪路地直直走，兄弟，请起立。
用主甲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赐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抵带阮入试，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入内受苦，顶十架死，埋葬录音府。第三日伫死人中国活，上天，担一个全能的爸，上帝的大病。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是神，公正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是咱来启应，启应文第14篇，启应文第14篇。上帝是咱的避难所，咱的溃难。虽然地大变动，海涌、海水也涌，哗哗好。这声咱拢免惊，有一条河，伊的水流，互上帝的声欢喜。上帝踮伫遐，声一定袂摇动。天不光，上帝就帮在你。日邦吼哗哗吼，日国动摇。上帝出声，话就消融。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我对上帝最大的要塞。来看上帝所做，看伊伫地上奇妙的作为。伊压制弓，斩断枪，放火烧战车。伊互战争拢煞，全地和平。拢静落来，就知我是上帝。我伫日邦受尊崇，伫全地受尊最大。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我对上帝最大的要塞。三甲来祈祷，听阮的主爸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使阮活命，互阮会当享受你创造的美丽世界，使阮无欠缺生活，有够夜的食物，有通穿，有通住。有听阮的亲人朋友，阮为着阮所有的一切，深深来感谢你。怜悯的主，阮相信主所讲的，伫即个世间有苦难，你爱阮放心，因为基督已经胜过世界，阮会当因为对你来的仰望，得到一世人的平安。知影听阮的主。一定会赏赐阮有满满的福气。阮要来求主你安慰忧伤的人。最近代替的意外，真侪人失去亲人朋友，遮忧伤的人，阮可能无熟悉，毋过因的目屎就是阮的目屎，因的艰苦就是阮的艰苦，因为阮拢有亲人。嘛有朋友，求主你互即个事件的真相，早一日会当完成，互悲剧无搁再发生，赐互阮一条平安的路。主啊，
就着即个灾难，过来一摆反省阮的信仰。阮是毋是像迄个无甲车停好的司机共款，做代志清清采采，对阮的信仰嘛是清清采采。有信就好，有来教会，无来教会，有祈祷，无祈祷，有读圣经，无读圣经，有服侍，无服侍，拢无要紧。将家己的代志放伫上头前，将上帝放伫后壁。听世界，较赢听上帝。主啊，求你的圣神甲阮同在，拍开阮的目，阮的耳孔，来听你的声音。拍开阮的心，请你入来住。有你的同在，阮才有法度来改变阮家己。行主，你爱阮行的道路；做主，你爱阮做的代志。原来恳求佮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赞美，请本堂的敬拜团，因要唱的诗歌有3首。第一首我要歌唱，第二首十架的爱，第三首是台语。主啊，我要跟对你。大家平安。平安。今日咱要用较和平常无共款的方式来敬拜，但是大家毋免烦恼，因为咱敬拜是同一个主。请甲大家起立。有歌词的，做伙来唱。降下来的雨水，可能是自然漂亮的美景，可能是朋友的一句关怀，可能是家人持续的付出，有可能是我们的计划能够顺利的推行，或是我们的生命从内而外的改变。让我们将这些感谢都献给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唱。我要歌唱，要大声地歌唱。
钟请坐。接下来，让我们花一点时间，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学习谦卑、顺服的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放下一切忧虑，就单单的来感受神的同在。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乎我们所求所想。不管你现在正面对什么难题，不要忘记回到神的怀抱，因为他已胜过了世界。生命在十架上。
你是满有仁爱甲怜悯的上帝。对你的伤痕，阮你着医好；对你的话语，阮你着毋忘；对着十字架的疼，阮会通倒转甲你过好。阮伫意要将你的疼分享出去，总是阮也时常软者，时常随人。求你的圣神时时甲阮同在，使阮溃烂，阮担要伫遮定心立志。主啊，我要面对你。请大家起立，甲阮做伙来唱。多谢咱的敬拜团第一次的演出吼。啊，即摆来恭读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我已经将这会甲恁讲，互恁伫我内底有平安，伫世间恁有苦难，独恁通放心。我已经较赢世间。讲道今仔讲道是稳定的钟牧师，伊要讲道的题目是赢过世界。
咱搁再一摆三角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今仔日清早起伫遮聚集，是你赐予你的囝儿极大的福气。主，阮恳求你的圣神，甲阮三角伫地，互你的话语真做去做阮生命起牛美牛，也愿你的话语进入阮的心，互阮真做阮生命的快乐。主，阮将下日时间恭敬交托伫主你的手，求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心上。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妹，各位阿姐，大家平安。我今日要来甲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赢过世界。今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是主耶稣要离开这个世间，特别伊要行十字架进前甲伊的学生所讲的这教导内底的其中的一段，非常的宝贵伊。麻烦帮我放 PPT。好，这段经文伊讲，我已经将这个甲恁讲，互恁踮伫我有平安，伫世间恁有苦难，独恁通放心，我已经较赢这个世间。伫这段经文内底，主耶稣讲啥？讲第一点有苦难啊！耶稣非常清楚甲咱讲，伫即个罪恶的世界内底，咱莫期待讲一切拢平安。特别是咱基督徒信耶稣以后，有有济的苦难。就即边花莲太鲁阁的即个火车的事件内底，40个人都有即个牧师的一个家族，所以咱真学的了解讲，为什么基督徒有会去拄到这的即个苦难啊？不过主耶稣甲咱讲咱伫即个世间一定有苦难，一定有问题。不过感谢主，咱毋是真无奈伫即个世间内活。耶稣讲啥？讲咱通放心啦，恁通放心。为什么通放心？因为是主耶稣讲的，咱知。咱信耶稣，所以伊讲的话，咱必须拢爱来相信。虽讲有阵时主耶稣你讲爱放心，毋过拄着即个代志，我惊到要死。毋过你讲爱放心，我就爱啦，将我的心来放下。我相信，这时来跟约柜要来踏入去约旦河的时阵，伊绝对是皮皮喘，看到约旦河的水是遐尼灿流。毋过约书亚讲啥？讲爱有信心踏落去。感谢主，咱有当时咱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安尼。咱踮伫主的话语的内底，虽然咱足惊的，毋过也有缘，咱来安那勇敢甲踏落去。当咱踏落去的时阵，咱就看到约旦河的水开去。上帝帮助咱，互咱耶稣讲，咱通放心，安尼咱就用。拄着苦难的时阵，咱将咱的心加放下，因为这是上帝予咱每一人的应允，就是伊要使咱拄着苦难的时阵，有一个力量来面对这的苦难，面对这的困境，予咱会用来赢过世界。咱怎样来看这段经文呢？有的人看这段经文是。伫即个世间，恁有苦难啦，独恁通放心，我已经较赢世界。有人看到即段经文的即节经文的时阵，伊看到苦难两个字是遐尼大，伊所无来看后壁是啥？伊讲恁通放心，我已经赢世界。我咧看即段经文的时阵，我看到的是啥？是上帝予咱极大的一个应允。伊讲啥？恁通放心。因为我已经安那较赢这世间啦，所以看经文，你用啥物角度？是用上帝的信心来看这段的经文，用上帝的应允来看，也是以咱人软弱的人的这个角度来看这段的圣经。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我要提出3项来甲大家分享。第一个。咱要怎样来赢过这个世界？面对苦难的时阵，
咱有3个秘诀。第一个，当咱遭遇着苦难的时阵，咱毋通安那一直拒绝一直讲我来遐衰咱应该来看即个苦难，你才会知苦难是上帝予你的祝福咧。第二个，上帝常常用咱的苦难，用咱即个人，互咱的苦难来变做别人的祝福。第三，咱必须来听候上帝。绝对啊，若袂见效，听候上帝，伊的应允一定会来应验。咱大先来看第一点，遭遇苦难的时阵，咱大知迄毋是福气咧。面对苦难的时阵，基督徒，咱来安那用一个上帝信心的眼光来看咱拄着的苦难。咱毋通讲我来遐衰，是毋是上帝无听我，还是我做毋着啥物代志所以上帝要来处罚啦？有当且是安尼。毋过，较济的时阵是上帝利用苦难要互咱安那得到福气。华语毋是有一句话讲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咱若知影讲塞翁失马是一个福气，伊才会去拒绝即个失去马仔咧。相反，咱若知影讲，咱的即个有当只遭遇即个苦难是安那，要互咱得到福气，咱的心就袂遐尼去排斥伊，咱就袂遐尼去拒绝伊。咱毋知上帝是毋是伫即个苦难的内底，要互咱安那祝福。所以兄弟姊妹，咱今仔日咱必须来用决定，咱要用一个信心上帝的即个态度来去看咱每一天咱所遭遇的代志。虽讲即个代志对我来讲真恶的担当，是一个大的困境，是一个苦难，但是咱来相信，咱的生命内底咱有上帝。所以，咱所看出去对即个苦难的解说，会完全甲无信主的人无共款。即个故事是叫做超越苦，我甲讲叫做超越一个苦难的一个力量。伫奥运的女子跳高的纪录内底，即个人被称作是即个传奇人物啦吼。伊是罗马尼亚的巴拉斯吼。巴拉斯出世一个真丧仰的一个家庭，伊的背景真无好。12岁迄年呢，伊互一个即个跳高的即个教练叫做威尔逊发现伊有一个跳高的一个天分就甲伊带到即个运动场，教伊要安怎来跳高。即个丧仰的即个巴拉斯非常无自信，当伊去到即个运动场的时阵，伫遐毋敢振动啦。伊就真认真来问即个威尔逊伊的教练，伊讲我敢真诶会使参像你安尼，成做一个优秀的即个运动员啦。威尔逊问伊讲，为虾米袂使咧？然后巴拉斯讲啥？伊讲。你敢毋知影我的家境足丧仰的，我的家庭背景足歹嘛？威尔逊颠倒问伊讲，安尼甲跳高有啥物关系？然后伊即个威尔逊下面就讲一句话：除非你家己无愿意成做一个优秀的人，若无是无人天生就非常的优秀。所以即句话甲咱提醒啥？咱每一个人，咱的优秀是安那？咱的出世了后，咱所培养，咱的努力来的。咱有阵时会感觉讲，咱的家境非常的无好，我的背景真歹，我的无学历，我做憨慢的，我嘛无巧，所以我常常失败，所以这拢真多安那，我人生要往前跑走，要搁追求较悬的人生的一个主动。咱毋通互咱的家境、互咱的环境、互咱的背景来成做咱变优秀的大概，颠倒这爱成做咱的啥动力啦，爱成做咱的气力。继续，即个威尔逊就甲即个巴拉斯带到即个运动场，伊就囥伫迄个跳高的架仔面顶，一米的所在伊就囥一支
即个栏杆底下，吼，跳到栏杆底下，用力跳看卖啊！结果即个巴拉斯啊呐，一个都跳过去啊。然后第二遍，即个威尔逊啊，大甲即个栏杆啊呐，甲摕落来，伊搁叫即个巴拉斯，你搁跳一遍。结果即个巴拉斯搁跳，伊安怎跳，拢是0.6米尔，颠倒毋是1米，0.6米啦。哦，所以有即个杆仔的时，即个栏杆的时阵呢，1米伊就真紧就跳过。毋过无即个栏杆的时阵，奇怪，伊安怎跳到0.6？所以威尔逊就甲伊讲啊，你看到未？即支的栏杆，就是你平均即个送养的家境，无即个栏杆的时阵，你跳高的时阵，颠倒无足够的即个动力啦。所以跳高有迄个栏杆的时阵呢，颠倒真做即个巴拉斯的动力，互伊有一个目标，伊要安怎跳过迄个跳高的迄个栏杆。无的时阵，伊的目标就安怎降低。所以伊讲你毋信，威尔逊就甲讲你毋信，我搁甲即个悬度搁甲提悬，提到1.2米的时阵，叫伊跳，巴斯有跳过无？喙齿压咧就跳过，哦，一下就跳过。所以对迄边了后呢，巴拉斯伊就一直家己不断的挑战，所以伊伫即个跳高的全世界140处的即个比赛当中来得到冠军。伊真做即个世界上跳高比赛中得到冠军上侪的一个女的一个运动员。兄弟姊妹，啥物是咱生命当中的即个栏杆？是咱的困难的是咱的送养的家境嘛？是咱的学历嘛？是咱过去的失败？是咱过去的送养？是我无钱？是啥物？互你受伤的经历？的确，才会真做咱生命的一寡阻挡。毋过，即支的即个栏杆有可能真做咱跨无过去迄个塔阶。毋过，即支栏杆。伊常时，伊嘛有可能真做咱超越的迄个标杆，所以咱用啥物角度，咱用啥物即个目睭来看咱生命即个困境，生命即个苦难，是真做咱生命的塔阶的栏杆，也是即个栏杆真做咱追求目标的一个标杆，这完全。咱家己来决定，咱是要用上帝眼光来看，还是要用咱即个颂扬软弱的人的即个无信心的人的眼光来看？这完全是咱来家己今仔日咱来决定，咱要用啥物来看即个苦难？有但是咱生命当中的困境，咱生命当中的苦难，会甲咱带到上帝的面前这个家境颂扬是这个巴拉斯的苦难，伊的生命当中的一寡遗憾。不过，这个遗憾甲这个苦难，就将伊带到上帝的面前。咱咧读诗篇的时阵我做爱读诗篇，我发现大笔的诗上水、上有深度的这个诗，上互咱感动的诗是安那？是伊对心底迄个深恩来呼求上帝的迄个诗啦。迄个诗啥物时阵写的？都是伊伫旷野咧逃难的时阵写。所以等于伫即个苦难的内底，伊所写的诗是遐尼感动人。所以有阵时我讲是困境将咱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检查咱拄着的遮个苦难，咱一世人，咱拢真学伫甲人讲，咱讲袂出来，毋过上帝完全了解。所以遮个苦难会甲咱带到上帝的面头前。第二，咱知有阵时上帝要互咱的苦难来变做祝福。咱生命当中，一的苦难，一的缺点，一的遗憾。拢是上帝发现心意的所在。有但是嘛，因为咱遮个苦难，上帝甲找咱。上帝常常互咱遮个苦难互苦难变做别人的祝福。
有一个查甫囡小男生哦，因为伊车祸伊失去伊的即个右手臂，真艰苦哦，自细汉就中踢球。有一遍，即个摔柔道的即个老师，就来伊的伊的学校吼，来招生，看有人要来参加即个柔道的即个社团无？伊看了真有兴趣啦，毋过伊无手咧，所以呢，伊真惊，所以伊就安尼偷偷行去即个老师的面头前讲：老师，我想要学即个柔道，你敢会用来收我做学生？这老师有甲收伊做学生无？有啊，这老师就甲收伊做学生，并且看伊安尼遐尼辛苦哦，所以伊就讲好，安尼我免收你的即个学费。所以即个小学生足感谢，伊就足努力来学习。毋过练半年啦，即个教练甲教一个动作尔。半年经过了后，有一天伊就挡袂了，伊就去问即个教练讲：教练啊，你即半年教我一个动作，你应该教我别个步数。我看到别个囡仔安尼个跳，搁安尼有足侪个招式他用，毋过我家要强尔。这教练就甲我讲，你相信我，你非常有天分，所以你将来一定是一个足好的一个柔道的选手。毋过伫即进前呢，你着甲我教你即个动作好，我甲学甲足熟的，学甲足熟的就好啊。搁半年经过，有一天教练就带即个小学生去比赛，我才会知，伊个比赛一直拢过关斩将，拢一直赢啦，拢一直赢啦，一直到决赛。决赛迄个对手哇，人悬搁大只，迄个体型，迄个身材，甲迄个技巧拢比伊搁较好，哇！毋过面对即个决赛的即个选手呢？这个查甫囡仔呢，最后竟然来赢伊，得到冠军啦！所以这个比赛了后呢，这个教练甲这个囡仔讲，其实你学的迄个我教你迄个动作是安那，是秘诀啦是秘密武器是柔道内底迄个技巧上歹学的一个动作。你一直甲练，练到非常的熟。所以是你家己来赢即个比赛。毋过即个囡仔就甲问即个教练讲：教练，请问我即个动作，敢讲无人会用安尼来甲破解会用来甲破解？即个老师安怎甲即个囡仔讲？你以为的即个软弱，就是你赢人的一个优势啦。假如上帝嘛甲咱讲。咱真侪的失败，咱生活当中的困境，咱的经济、咱的背景、咱的学历，有当时咱的遮的看起来是真歹的一个失败的点，是咱的软弱。毋过上帝讲，要互咱真侪咱较赢即世界的优势。这教练甲讲，因为呢要破解这个动作必须爱安那，迄个对手爱抓你的正手，因为你无正手。所以伊无法度破解，所以伊就安那赢即个冠军，所以变成安那无法度破解的一个招式啦。所以伊无正手安那，伊无迄个手臂颠倒真做伊得到冠军的一个优势啦。所以有当时上帝用咱上安那看起来上软弱的所在，上帝用咱上安那看起来。是安尼真见效的迄个所在，互咱真做上帝为咱备办上大的尊贵甲荣耀。保罗伫哥林多后书12章90又讲啥？伊甲我讲，有我的温你就够个，因为我的气力是伫人的软弱来正，所以我真欢喜，较爱安那夸靠我的啥物软弱，互基督的气力带伫我。世界上的人无人讲我较爱夸靠家己的啥软弱啦，这毋是世界的价值啦，这是圣经上帝的价值。
世界价值是啥？咱咧翕相的时阵，咱要倒一个倒一面互看，拢是上水迄面对啊。有咱翕了的时阵无够水，咱搁用电脑来修图，互咱的皱纹全修掉，咱的安尼皮肤看起来安尼光滑，安尼无？咱拢要用上好的一面互咱看。毋过圣经讲啥？要夸口就夸口我的专业。这是上帝的价值观，因为伫咱软弱的所在，上帝的气力就伫遐安那来显明啊。即个活泼生命有一个文章写啥？基督徒一生中上水甲上宝贵的即个事啊。即个故事的主角叫做科神，科神哦，十字架写啥？讲是啥？伊是邪恶的天才，伊是啥物人？伊是尼克森做总统的时阵，伊迄个白宫伊的特助。当年伊的英方来赢过即个国务卿哦，后来即个因为水门事件，伊互安那抓起来，判刑抓去关。当年这是一个非常轰动的一个国际的一个事件。所以即个科森呢，伊叫关入去关家的时阵，结果伊就感觉讲我去了，我人生啊啦完全无希望啊，爬愈悬，摔愈重。毋过，到伫伊伫去关家的时阵，有人来伊来传福音，伊就接受。所以有当时，咱的苦难会互咱谦卑，苦难有当时互咱会用来有耳孔来听见上帝的声。咱一切拢做好的时阵，咱做爱上帝听咱的声。毋过，当咧苦难的时阵，咱谦卑咱家己，咱有当时才听会着上帝的声啦。伊讲，伊人阵嘛开始用来行往上帝为伊所备办真正人生的一个道路。现在有个人感觉讲我一定爱赚足侪钱，足请赢的，足光鲜亮丽，安尼才是上大的即个荣耀。上帝讲，迄毋是咱人生所要追求的，伊要互咱备办一个更较悬、更较好的一个人生，更较有价值、更较幸福的人生。照着即个家业的即个伊关家，上帝互伊一个新的开始，新的服侍。可神呢，伊真做伊关家出来了后，伊真做真侪即个受刑人甲因的家庭特别伊若是帮助即个美国的即个受刑人，伊伫全世界10几个国家拢有即个分支机构伊来帮助遮个受刑人甲伊的家庭，帮助足侪各国的政府来改善因家的一个管理系统。伊讲一句话，伊讲啥？我的成功无互即个上帝来使用来帮助咱。伊讲真侪时阵，咱掠讲咱上得意的时阵，咱做足悬的官的时阵，咱上好的时阵，最风光的时候。等到上帝无法度用，伊讲伊互上帝来使用，带互人祝福的时阵，等到是伊一生中上悲惨、上痛苦、上受侮辱的即个经历啦。所以咱看到上帝有当时是因为咱的软弱找上我们来找咱。第三，咱爱听候，咱一定会得到即个上帝的应允的应验。哈巴谷书第2章第3节，伊讲因为即个历史也有定着的期要紧结局，决断无白贼。虽然延前要久着听候，因为的确会到，无过延前。咱真侪人祈祷了，咱无迄个听候的一个心智，一个态度。我祈祷了。上帝你上好明仔载都应允，上好目睭闭紧，我就看到我祈祷的物件来实现。上帝讲啥？这个日是一定的，这个日是啥物人定的？上帝定的啦。上帝定的，为什么是上帝定？第一个是伊的主权，第二个是啥？是伊上有智慧，伊上良善。请问大家，上帝排较好，还是咱家己安排较好？上帝安排较好，对吧？咱有当时靠咱家己，咱一直要靠咱家己努力，有当时安尼绑架安尼鼻青脸肿，
伯拉罕就是安尼。上帝伫伊75岁的时阵讲，我要赐予你一个囝。我等10年，80多年的，80几岁安尼，啊那拢无，安那，因某撒拉就甲讲，无你即个我的女婢，互你来做你的即个啥，做你来甲伊当伴，你来甲伊生一个囡仔。用人的方式，结果家庭安那开始乱啊！所以有当时用咱的人的方法安那造成乱七八糟、鼻青脸肿。约瑟毋是一去到即个埃及的时阵，伊就做宰相啦。伊有伊听候的日子，伊关伫监牢内底听候上帝的日啦。若无迄个听候的日，伊就袂成做宰相。袂成做宰相，伊就袂有一天，互伊全家族70个人拢得着救啦。所以兄弟姊妹，上帝要为咱所备办的，上帝所伫咱心上的计划，远远超过咱每一个人。检查约瑟的想讲，我到关家的时阵，安那，我到甲我放出去就好啊，互我得到自由就好啊。不过上帝讲毋是安尼，我看的毋是讲你伫关家内底来出即个监牢就好，我看的是啥？我要互你整个的家族70个人拢得着救。那这70个人，我阁要伫即个埃及即个所在，互以色列即个百姓伫即个所在来得着成长，来得着搁较济。所以伫出埃及的时阵，即个以色列人伫埃及即个人数是偌济？几百万人呢。所以咱看到对约瑟关家，上帝的计划是安那？整个以色列百姓加做几百万人的一个民众。所以咱看到上帝的日，有可能是安那？是爱咱等几工尔，有可能是几个月，有当时是几十年。咱听到几十年，那想昏去啊！上帝要当安尼对我咧，大卫检是上好的例嘛。大卫撒母耳来抹油，互伊做王，一直甲伊真诶做国王，经过偌济年？13年久的时间啦。这13年完全超越着即个大卫的想象。这13年咧创啥？伊拢一直伫旷野内底来逃亡啦，一直逃亡。上帝，你毋是要互我做王？抹油抹咧，即个月咱就找一天来登基就好啊！爱经过13年的时间啦。上帝讲毋是，我要用这13年的时间，安那要好好啊来磨练你，要好好啊来训练你。所以用13年的时间，请即个大卫来治理即个以色列，创立即个以色列即个国家40年久。充满着上帝的荣耀，所以有当时啊，上帝的时间毋是咱人所想的啊。伫即中间呢，大卫啊呐，专心来遵守上帝的道。阮两边的时阵，即个当大卫秘伫即个墓坑的内底，哇！即个扫罗王啊啦，对杀伊的扫罗王，因为腹肚疼，安怎去伊秘的迄个墓坑啊啦，要偷放一个。但是恁会安怎？机会来啊！把即个扫罗杀死，我就用食做国王啊嘛，对无？毋过大卫有安尼做无？两边的机会拢无，所以伊无用家己的手来即个啥，互上帝的计划来提早发生，无啦。所以兄弟姊妹，上帝有伊的时，上帝对咱一生的计划，远远超过咱所想象的。咱今仔日有摕到3个，第一个就是安那，当咱面对咱的苦难的时阵，上帝甲咱讲啥？讲咱通放心，因为伊已经赐予咱赢过即个世界的一个力量。所以咱每一个人，咱拄着困难的时阵，拄着恶担当的时阵，咱用来到上帝的面前，咱来意来祈祷，上帝啊，求你搁将即个气力搁赏赐互我。我知伫你的内底，伫我听候的内底，我的即个啥，毋茫无得见效，毋
望上帝将即个应允伫今仔日照着即段的经文，搁安那，搁赐互咱，互咱伫咱生活当中对伊的话语，搁重新来得到开展。咱头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今日照着即节的圣经经文，你搁再一摆愿来应允。阮伫地上伫即世间有苦难，总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互阮通放心。因为你已经来赐互阮每一个人，较赢过即个世界的困难。主，咱写即个困难伫阮的心上，因为阮面对即个困难，面对即个苦难的时阵，阮惊吓，得到阮无法度徛在。主，阮恳求你，互阮的心心内底有对你的信心来仰望你。阮知即个困难已经伫阮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互阮搁再一摆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使阮伫软弱的时阵，搁显明你的大困难，互阮用进入你所要赐互阮每一个人，搁较悬搁较水的迄个计划内底。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三甲勒入圣诗613首，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雨天，请起立。坐，即马要来奉献，请叶宏宇执事、石伯刚执事书献。
奉献的诗歌。真侪，真来报告。第一点，欢迎大家来敬拜吼。礼拜了，请大家留落来交易。第二点，今仔礼拜后有中集会伫6楼召开，请中集老部参加。第三点，今仔日开始吼，咱有迄个书道行段的查经班，伫咧4楼，时间是9点半到10点25分。陈怡安老师上课，吼，请兄姐来参加。第4点，咱即马有3场的卫教吼，听力的卫教，多谢玉兰姐吼、徐玉兰姐安排，时间是。时间咱家己来看吼，周报才有写吼。第5点，少年团结吼，后礼拜后伫地下室召开第4月例会吼，因就是因要听因请众听协会来分享题目是活跃老化，听力不老，嘛请少年的兄弟有办事。准备时间来参加。第6点，副团契的春游伫咧4月24号，拜6要举行，要去桃园的大溪。有兴趣的兄弟，请迄个戴任宽执事的夫妇来报名。第7点是今年的夏令营，夏季学校吼是7月5号到9号。阮需要真侪志工，即摆差不多有100名学生会来到教会。毋管你无法度5天拢来，你会当无法度拢来吼，你会当 part time 嘛会使吼。若有兴趣的来甲我报名，也是甲迄个营长廖恒安姊妹来报名。董事会吼是后礼拜召开吼，幼儿园的董事会。集体关怀是咱恭喜蔡政府长老的第2公主吼蔡文祥、苏意涵夫妇吼，做爸爸甲妈妈。咱请继续为着即个婴仔甲即个新手爸妈来祈祷吼。第2点，董惠美执事的妈妈，伫咧4月14安息主怀，已经个别礼拜已经举行吼，请为遗族来代祷，愿主来扶持。其他教界消息甲代祷的事项，请咱大家家己看。即摆行平安礼，请起立。在
吟圣诗394首，即时礼拜伫要煞。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容甲认证，大家伫地对这碟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请坐。请坐，会倒闭会。即个耽误大家一点仔时间哦。迄个咱即届玉兰姐甲咱安排这听力的检测吼，我相信特别对咱年纪较大的吼，是足好的机会。总是迄天咱即个卫福部一台咧检查耳孔你的听力到什么程度的车会停在咱遮所以一个人可能爱做一寡安排啦吼。你毋是讲来就马上，咱可能爱一寡安排。所以咱有3摆机会你看要到长青乐活，要到葫芦团结，还是要到双联团结可能爱小可安排一下吼互你知影你即马听力到什么程度吼不管你是有参加团结无参加团结吼，我相信这是咱有3摆机会，所以咱会通小可你若是伫长青乐活，你尽量在长青乐活。双联团结客友在迄个双联团结葫芦团结咱小可登记者咱来安排迄个什么人起来互检测几分钟5分钟一个人，5分钟一个人安尼迄落爱通有一个报告吼。所以这机会难得，请咱大家来参加吼。